这届华人发生灾害，有来自全台湾各地志工来斗相共救灾。桃园有一个经营怪手山鸟，才48岁头家林凤心，伊第一时间就去华人斗清刷图，却因为脚去拄着感染，引起败血症，伫中秋暝不幸过往。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侦检指挥所今仔全体默哀来表示哀悼。卫生福利部提供20万的慰问金，总统赖清德嘛代表国家来感谢这个头家带爱的精神。几台脚踏车停伫公司的空地啊，不过主人永远袂转来啊。花莲光复乡崩山湖崩花造成灾害，为全台湾各地来的志工自发性投入救灾。桃园一个脚踏车行的头家林凤心去到救灾的时阵，因为倒脚受伤，落尾手感染引起败血症，中秋暝不幸过往。家属是真悲痛。他在看到那些新闻的时候，就是很不舍光复村的那些人，然后就是直接放下自己手边的工作去帮忙，很舍不得他这样明明去做公益啊，结果最后回来却是这样子。这个脚踏车行的头家林凤心今年48岁，伊伫光复乡水灾的第2天，都甲手头的工课暂时按下，带因孙仔驶火车载2台山鸟去灾区斗救灾。过程当中无细致受伤，这是光复乡头一件志工因为救灾受伤感染死亡的案例。灾区的环境就是有很多的泥土、污水，而且有时候穿刺伤，如果伤口比较深的话，就有可能会让细菌带到比较深部的组织。今天我也责成了卫福部次长到这一位志工的家里面去慰问，慰问金我们带了20万元。脚踏车行的头家林凤心，伊发心到救灾，却不幸过往。除了卫福部慰问家属以外，副总统嘛会去致意。现任总统赖清德嘛表示哀悼，请家属节哀，希望救灾的工作赶紧结束。嘛请所有伫第一线救灾的民众一定爱平安倒转来，互亲人会当放心。灾害现场有医疗站，总统嘛代表国家感谢10几万来斗相共的志工。现任政治协调所讲，会加强整合灾区医疗的志工、业者甲同仁，尽力提供医疗的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